腾势 N9 ，Look at me， Tell me why， 38.98万元还是44.98万元？一三方不要钱吗？然后还弄了一堆标配，3电机标配，后轮转向标配，激光雷达标配，空气悬挂标配， 2.0T 标配，3秒级别加速标配， 4.65米最小转弯半径标配，然后还有3折的座椅标配，帝瓦雷音响标配，E3方技术标配，高速爆胎稳定控制标配，直线还提升到了180公里，弯道144公里，还有夜间 AEB 110公里刹停等等，也太离谱了吧，真的有点离谱啊。你相当于要告诉大家，另外那2台9要加价的配置你都直接送了嘛，最后你的定价还要比人家实惠。腾势 N9 今晚这个价格我是完全没有想到的，虽然完全服说好技术人人可想，但是腾势你是这样的先作者，我是真的没有想到。你还要告诉大家 N9 就是9系列里面最全能的，拥有它就够了，它完全覆盖了家用、智能和越野。你还告诉大家这台车可以带你去诗和远方，它足够安全又足够好开，还足够的全能。你真的是不再低调，你今晚好高调啊！你真的是给足了大家诚意啊！我真的没有想到，38.98万元起售，这个价格大家怎么看？符合你们预期吗？